好，必買一日乘車 pass 出發。好啊，嚟到福岡咧冇咩拍噶啦，因為 shopping 同埋 shopping 嘅啫。喜歡購物嘅朋友，如果你係住喺地鐵站嘅話，有3個地方係非常適合噶：天神站、中洲站，又或者直接住喺福岡總車站都 OK 嘅。但係今次我入住嘅咧就係大蠔公園站，距離正話講嘅天神站咧都係幾個站嘅啫。咁呢一間咧係距離個地鐵站大概步行3分鐘都唔使，係青年旅社嚟嘅。不過我呢一間即係單人房咧2400蚊。等多一陣。好味㗎，係。對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屋台係福岡嘅一種文化啦，所以晚餐就選擇喺屋台食嘅。有啲朋友可能會去到中洲嗰一嘥，但係因為我住宿喺大蠔公園，步行大概10分鐘就可以抵達呢個屋台區域。食埋屋片。OK 喎，呢間唔錯，幾好。好，我哋去下一間。That one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1名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事不宜遲，即刻第二集喺隔離嘅啫，其實大家。佢食明太子出名嘅。呢一間好有儀式感喎，呢一間咧有佢自己嘅名嘅。大蠔公園站附近嘅呢個屋台咧，得一條街嘅啫，係得幾間㗎。咁但係其實佢啲嘢食咧，真係好有水準，兼且唔貴嘅。我呢個真係好靚喎！炒拉麵喺屋台食，成個 feel 幾好嘅喺度。美味しいで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係，嚟。你講真係好食嘅喎，即係我諗住啲屋台咧可能呃人啦，咁但係好食嘅喎，美味しいです嘅喎，真係。OK， 好，我哋下一場去飲嘢 ，Let's go。係，文明不如見面啊！見到好多次村上春樹嘅名，第一次見到係日本版嘅呢個完全。呢個地方好靚，講真，成個 feel 好好 ，really nice，really nice。呢個地方好正㗎。好似唔錯下喎呢間，但係好似就係收喎。咪就係收咧。呢一個係雞皮嚟嘅，但係佢係酸酸甜甜嘅 feel 啊，而且係涼嘅，即係凍嘅呢一個係。其實我有食菜㗎嚇，我係會嗌菜嘅。佢係紙包雞，醉醉地行返住宿，梳洗休息。終於仲真係好靚。福岡大球場呢一個，咁隔離呢邊咧就係個商場嘅，大家商場之餘都可以有好多嘢玩嘅，好正喎呢邊。大球場隔離嘅呢一棟商場咧，其實係我嘅目標，因為3樓有棒球博物館。Malaysia. Malaysia, thank you. 係，OK，thanks。好，入咗嚟啦。入場費只需要1000 yen， 大概馬幣26蚊左右啦。呢個空間雖然講係棒球博物館，但係其實有好多你要親自落場嘅活動去玩嘅。例如話呢一個呢，就係俾你去試下你嘅手力或者你嘅眼界準唔準。另外一個仲特別就係呢個啦，就係可以測試翻究竟真正嘅棒球手佢投球嘅時速係幾快啊！全場最好玩嘅，梗係成為棒球手啦，冇錯啦。
呢個地方咧就係平時需要排隊排好長下嘅週末嘅時間，但我嗰日去咧就係平日，兼且冇乜嘢人，所以我係獨自玩咗成20分鐘嘅。講真係勁好玩，成為呢個揮棒人，再加上呢個大螢幕咧就會俾一啲 effect 你，哇，好似好勁咁啊！幾好玩下好鬼攰啊！點戴嘅手套？哦，第一次戴啊！玩完呢就自己執波。我個人認為親子活動嚟呢邊真係非常適合㗎，2個小時可以用盡你小朋友嘅氣力或者佢嘅精力，晚上好瞓啲啊嘛。幾大力嘅呢？我有56啫喎。嚴格嚟講，呢一個呢其實好好玩嘅，成個殼都好勁，即係殼係誠意之作嚟㗎，1000 yen 就抵啊！同場加分，呢一間非常出名嘅拉麵店，竟然就喺樓下嘅啫。平時真係大排長龍嘅，嗰日去亦都唔使排，所以咧你玩完咗嗰個棒球就可以落嚟樓下嗰一層食啲美食啦。同一層有棒球明星咖啡，呢件真係好靚。哇，球星喎全部，知道呢個係一間酒吧。確實值得參觀，不過價錢係貴啲。做嘅係咩咧？最後一日喺福岡，竟然落雨，終於戴圍巾啦 ！Last day 嚟到中洲呢個地方，見到嘛？係一蘭啊！OK， 呢一間好大間一蘭，聽講係晚上嘅時間咧，咁佢好似係會有啲表演嘅。晚上嘅時間好似有表演。中洲呢個地方咧，應該都係個不夜城啊！你見到哇，幾靚仔啊！你話係咪先？路牌嗰度有廣告拍㗎，贏咗。我仲諗住我好早到啊，估唔到已經係好多人排隊啦，好得意喎間屋。ひどいです。反対の真ん中の席にお願いします。ひどいです。嚟到福岡必定要食嘅咧就係牛腸火鍋。我見到網上有人話咧呢一間係店頭細細，不過啲嘢真係勁好味，所以就膽粗粗啦過嚟排一排隊啦。5點就開，已經大排長龍。好彩我係最後一個，第一 batch 就可以入到去品嚐呢個美食，因為出邊真係好凍啊！講真，好好味。有啲地方咧就唔俾你一個人嘅，咁但係呢邊咧其實佢係有1人份嘅，咁我覺得呢一個已經係加晒分㗎啦。裏邊嘅料都算係豐富嘅，除咗牛腸之外咧，就見到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菜類啦、蔬果類啦，甚至乎豆腐啦等等，係飽嘅。好玩啲。It's good, really good。細個嘅處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最後係手片啦。太好味啦呢一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美味しいです。係。太正啊呢間。中洲呢個地方好適合食完之後散下步，因為有一間好大間嘅河畔摩，呢邊嘅嘢呢，基本上都有啲係 tax free 啦，同埋中意 animation 嘅朋友應該會好中意嘅。但係留意翻，大概係8、9點嘅時間呢，其實喺個戶外嘅中央嘅水池呢一邊會有一個光影免費 show 睇。呢度真係好緊要多呢一種 shop 嘅，幾勁！呢個先勁啊 ，Sunreal。好喜歡呢一間小店啊！我都諗住成為咗一個食菜嘅機器人。 11點鐘飛到啲罪惡食宵夜，但係真係好好食嘅。呢一個係和牛燒串，而呢一個仲勁，呢一個咧其實係雞肝，但係好好食。
我尋日喺屋台見到㗎，都冇點到啊！終於可以食到呢一個啦，太好啦！最後一晚梗係要食下宵夜啦。好彩住嘅呢個區域咧，其實宵夜嘅選擇都多嘅。好凍啊！好難得咁凍啊！好凍。北九州8日遊終於結束啦，返嚟就係福岡機場啦。8年前我嚟咧，其實係冇呢個地方嘅，即係喺國際嘅航站嗰度咧就冇咁大嘅所謂 food court， 但係而家已經隆重開業啦，好多嘢食，而且係好有誠意嘅，因為佢每個檔口咧基本上都係市面上比較出名嘅一啲店鋪入駐嘅，仲有佢裝修之後好多 hea 嘅空間哦。同你講，其實有好多手信店賣，最後沖廁都冇問題嘅。仲有等緊嘅時候咧，上叉電絕對方便到不得了啊！好啦，九州呢個地方我真係好中意，下一次我會再過嚟嘅。北九州 Sayonara。